來看這條新聞，有影是足恐怖的。在咧台南的有一間眼科診所，佮中晝呢有一個負責摒掃60多歲查甫員工，坐貨物電梯對1樓要到2樓時陣，人的頭摔予這電梯站斷，當場死亡。警方調監視器無發現到有別人來介入，這事故原因佫需要調查。也因為這個電梯無登記，工務局下令暫停使用，懲罰30萬。診所鐵門有一半公告今日公休，警方由防鎖線現場干那村員工監視人員。這間在台南的眼科診所19中晝發生死亡事故，診所負責清潔的60多歲女員工坐貨梯為1樓到2樓時陣，不明原因互電梯業掉，當場死亡。在清潔內部環境時，疑似不明原因，貨梯由1樓升至2樓時，導致清潔工的身手分離。經調閱現場監視器，未發現其他人為因素介入。伊個無人發現到。是佇倒搭下無人發現。2樓啊，伊就攏愛家己安尼摒掃無。警方初步排除其他人為間接因素，報稱檢察官上驗遺體，不過代志發生時陣傳出真大聲音，是毋甲設備構種有關係，愛去調查。有我推啊，伊講打我爾，有我講打我。伊個準時個維修嘛吼。死者用的貨梯是簡單型欄杆門電梯，是白鐵的材質，懸200公分，寬100公分，有一片100公分的門片，內外攏有控制面板，甲傳統全模型客貨電梯無同，而且起火派人檢查，佫發現電梯無登記列管。本棟建築物設有2台合法升降設備，均有按期申報保養，但出事的電梯經初步確認為未申請之貨梯。市府表示，這個電梯無佇列管內底，會照建築法罰使用人30萬，佮要求停止使用，也將使用人移送法辦。除了追究行政責任以外，檢警也查明發生這代志的原因。記者綜合報道。